嗨，大家好，我是坦平树，今天是2026年2月28号。这一期本来是聊胡适节目聊一聊胡锡进老师，但是今天我们要聊伊朗，要聊中东局势，大瓜还是来了美国、以色列对伊朗的混合双打正式开始这场本来应该在中国的春节、除夕为大家这个假期助兴，打上引号这个春节期间助个兴发动的战争，还是推迟了2周，但是没有过正月15，都算是过年，也就是算给很多网友迟到的这个叫新年的礼花。虽然这个美伊在日内瓦进行了第3轮会谈，虽然阿曼的外交大臣巴德尔·阿尔布塞迪表示伊朗将放弃其浓缩材料，并对其进行零累积、零储存和全面核查，看上去好像是伊朗缴枪投降，但是一面是特朗普极端不满，已经等不及了，不耐烦。伊朗人想拖延，想慢慢谈，可是特朗普不想耗了。就在咱们今天上午的节目刚发出去，还没1个小时，那边就打起来了。我记得昨天晚上直播的时候我就说了，美股一收盘，很有可能今天就要开炸，这符合特朗普的性格。果不其然那边就动手了。根据多家媒体报道以色列和美国联合发动了对伊朗的军事打击，焦点集中在伊朗核设施和导弹基地。路透社报道，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宣布全国进入紧急状态，预计伊朗将发动导弹和无人机报复。以色列发动了对伊朗的先发制人攻击，推动中东进入新一轮军事对抗，进一步削弱德黑兰与西方长期核争端的外交解决方案的希望。该报道称攻击发生在当地时间周6的凌晨，涉及数百架战机和导弹，目标包括纳坦兹、伊斯法罕等关键的核战点。阿尔贾泽拉电视台直播显示，德黑兰市区发生爆炸，烟雾升起，居民报告听到巨大的声响。以色列发动了其称之为预防性打击的军事行动，有很多视频显示这个箭头闪烁，实时更新以色列攻击伊朗的这些地点。美国官员称美国参与打击。报道中，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确认爆炸发生在德黑兰市中心，多处设施受损，但未透露具体损失。这个 CNN 实时更新指出美国官员确认了美国参与了打击，但强调这是以色列主导的行动。以色列的狮子崛起行动在夜间袭击伊朗，使用超过200架战机，摧毁纳兹坦和数十个导弹战点。半岛电视台报道说，伊朗高级官员通过电视台宣布，完全拒绝彻底停止铀浓缩、撤除核设施和转移铀库存原则。伊朗必须拆除福尔多、纳兹坦和伊斯法罕3大核设施，全面禁止铀浓缩与核活动，仅保留德黑兰研究反应堆的医疗用途，把手头所有的浓缩铀移交给美国。但伊朗外长阿拉格齐坚持任何协议必须首先承认伊朗人民可持续发展核能的权利，这是不可分割且不容商议的红线。但是虽然是阿曼的外长相当于帮伊朗带话，就是伊朗在这方面又让步了，但是特朗普已经丧失了耐心。这个以色列宣称这第一波打击是4天，一个疗程是4天而且还说明天你就能看到面目全非的德黑兰。美以今天的打击战术精密的空中打击为主，主要目的在于摧毁伊朗的核基础设施、导弹能力，并削弱革命卫队指挥链。路透社报道说，以色列行动与美国协调，计划数月，发射日期几周前决定。以色列发动了对伊朗的先发制人攻击，美国攻击正在进行中，也就是美国在这个叙利亚还有这个波斯湾这儿发射那个战斧巡航导弹。目前是以色列出动的是 F-35 战斗机，战术包括以色列使用 F-35 隐身战机和精确制导导弹，目标锁定伊朗的指挥中枢。CNN 指出海军上将布拉德·库珀向特朗普简报了潜在的军事选项，包括航母、飞机和防空单位。而以色列的行动旨在摧毁伊朗的导弹战点，以弥补导弹防御库存短缺的风险。以色列时报报道该国面临导弹防御库存短缺。上次2025年6月的12天战争已耗尽大量的拦截弹，因此优先摧毁伊朗的导弹发射器。这个咱们在上午的节目还说了这以
以色列人家说了，我要先动手，为什么呢？理由就是我的这个防空系统那个导弹不够了。你说这个伊朗找谁说理去吧？这个美国和以色列啊，这第一轮打击啊，会造成伊朗啊核进度倒退数年，导弹威胁降低，内部指挥混乱加剧，当然一定会引发伊朗的报复，潜在升级风险。根据央视网报道啊，以色列媒体28日报道，以色列国防部部长卡茨称，以色列对伊朗发动先发制人打击。另外，卡茨宣布以色列全国进入紧急状态。以色列媒体还报道称，袭击目标之一是伊朗总统府以及伊朗情报与国家安全部门设施。据以色列第12频道28日报道，以色列已经关闭其领空。另有以色列安全官员称，对伊朗的袭击是以色列和美国联合行动。截至目前，伊朗全境约有30个目标遭到袭击，其中包括哈梅内伊的办公场所、伊朗总统府官邸，也就是这个以色列第一轮啊实行的是要打击他的指挥中枢。所以咱们一直说啊，这个伊朗啊，那就是说最狠的话，挨最毒的打。根据伊朗迈赫尔通讯社2月28日报道，伊朗已关闭领空。现在伊朗、以色列啊都关闭了领空啊。为了防止这个伊朗的报复啊，以色列全境拉响警报，他们直接向手机用户发送了预警指示，要求民众停留在避难所附近。看看伊朗怎么报复吧。到目前为止啊，还没看到伊朗的具体的报复，但是伊朗一定会报复啊。今天啊，美以联合对伊朗的前2轮袭击，主要是针对伊朗首都德黑兰的政府建筑，意图斩首伊朗军政高层人物。以色列方面初步情报显示啊，说针对伊朗总统佩泽希奇扬的暗杀未取得成功，而根据伊朗方面的反馈啊，哈梅内伊已被转移至安全地点。伊朗最高领袖哈梅内伊目前不在德黑兰，已被转移至一处安全地点。这里面我要多说一句啊，以色列人轰炸这个佩泽希奇扬，这个很有可能是障眼法，因为佩泽希奇扬炸不炸没有什么必要性，他并不是神棍政权里面的强硬派。以色列和美国锁定的应该是这个毛拉政权呢，教士集团里面的强硬派。那炸这个佩泽希奇扬呢，实际上是某种程度上是一种身份认可，这有点像那个《红楼梦》里面抄检大观园的时候，如果都抄了是吧，那大家都一样。如果薛宝钗那个房子没抄，那不就说明问题了吗？大家明白什么意思吧？就是以色列如果不炸佩泽希奇扬，但是其他的人都炸，那不说明佩泽希奇扬是内鬼吗？这样反而不利于佩泽希奇扬工作啊。所以说啊，他把目标锁定在佩泽希奇扬这儿，这个本身啊值得这个怀疑。那炸哈梅内伊那是天经地义。一名伊朗官员告诉路透社，德黑兰正在准备采取报复措施，回应将是毁灭性的。伊朗电视台已经开始播放战争歌曲，伊朗马上就要升小黑旗了啊，小黑旗子升起，标志着啊这个美国以色列要接受毁灭性的打击这个美国以色列之前啊，先把这个自己人的这个手机通讯给掐断啊，这是一贯做法。据这个央视新闻报道，受空袭等影响，伊朗首都德黑兰东部和西部部分地区手机通信已中断，另有一些地区的互联网连接已大大减弱。空袭发生后，德黑兰证券交易所停止交易。根据这个央视报道啊，说当地时间28日，美国官员称，此次袭击的目的是摧毁伊朗的安全体系。特朗普表示啊，打击的主要目的是消除伊朗政权对美国人民的威胁。他表示，伊朗正在重建核设施，同时他称伊朗永远不可能拥有核武器。一名美国官员表示啊，驻扎在中东各地基地的攻击机以及航空母舰正在执行数十次美国空袭任务，美国正从空中和海上打击伊朗。美国官员预计啊，本次袭击将比去年6月美国对伊朗核设施的袭击要大得多。另外，央视新闻报道，约有7枚导弹击中位于德黑兰的总统府和伊朗最高领袖哈梅内伊官邸附近的区域。以色列安全部门消息人士称啊，以色列和美国过去24小时评估认为与伊朗没有谈判的可能，所以发动了此次打击啊。就在我在做这个节目的时候啊，空袭还在进行中。伊朗国家安全与外交政策委员会主席伊布拉辛·阿齐兹啊，这个在进入地下掩体之前发表正式警告，他表示以色列
已经走上了一条其结局无法掌控的道路。这个伊朗的嘴还是很硬的啊，嘴上从来没输啊。我给他翻译一下啊，他的意思就是以色列啊，你是自取灭亡。好了，自从2025年12月中旬，伊朗全国各地爆发大规模的群众抗议活动，也就是伊朗老百姓活不下去了。从那开始，对吧？事情一步一步发展到现在，美国、以色列对伊朗进行混合双打。2020年1月份，对吧？特朗普向伊朗人民喊话，请记住那些刽子手，对吧？他们的地址住哪里？未来要清算他们。这个原话怎么说的我不记得了，是特朗普喊话，鼓动伊朗的老百姓走上街头。那直到现在，对吧？1个多月过去了，咱们是密切关注伊朗的局势，每天都要介绍，因为我坚信这特朗普肯定是要动手的。虽然有很多网友，对吧？有很多军事专家，也有很多人说伊朗是特朗普是嘴炮，不敢打，不会打。但是我坚信特朗普会动手。为什么呢？大家还记得这个伊朗的这个强硬派叫苏莱曼尼，是谁给他搅成饺子馅了？那不就是特朗普干的吗？抓捕马杜罗谁干的？他在委内瑞拉围了半年，对吧？我记得咱们在节目也说了，特朗普一定会动手的，一定会打。但是没想到他派三角洲部队把马杜罗给抓了，这叫出其不意。所以我坚信他在伊朗，他绝对不是派什么双航母打击群来旅游打卡，来炫耀一下武力，来了肯定是要打的，不打没办法交差呀。这一打就好了你看现在终于动手了，咱们可是每天都聊一期啊。所以在这里我希望这个特朗普不要搞烂尾工程。你跟以色列既然动手了，一不做二不休，叫送佛送上天，彻底把这个伊朗神棍政权给他打垮，给伊朗老百姓对吧，重新一次机会。这里面也要看到伊朗老百姓，对吧，也要抓住机会否则这个毛拉政权，这个教士集团，只要还是他们执政，伊朗就好不了，对吧？你有限的资源、有限的资金、有限的外汇，全部用来支持什么代理人，什么搞核武器、搞导弹，完全置民生如不顾，对吧？这个执政47年，老百姓越来越穷，活不下去，还有什么脸面呢？他就完全没有叫执政的合法性。所以希望特朗普和这个内塔尼亚胡这做事不能烂尾，对吧？叫一不做二不休。当然了，我觉得接下来肯定会有很多阴谋论呢。什么阴谋论呢？那又是内塔尼亚胡、特朗普跟这个伊朗人商量好了，对吧？伊朗这个总不能自己把导弹给炸了吧？自己说不搞导弹那不行，没办法向谈判们交代，要不你以色列和美国受累，对吧？你来把它炸掉，你看导弹没了，别较劲了，核武器，对吧？咱已经达成一致了，能让步。代理人那个反正嘴上说支持，实际不给钱不就完了吗？对吧？也就是说这个特朗普跟哈梅内伊他们勾结，欺骗伊朗国内的谈判们，这也有可能这东西我们要往后继续观察。你说让这个伊朗的教士集团、伊斯兰革命卫队自己主动的放弃那些弹道导弹，那肯定是不行那让他炸掉不就完了吗？实际上要看美国、以色列和伊朗是不是唱双簧，那就看这个伊朗反击不反击，然后伊朗的反击认真还不认真，是放一放烟花意思一下，还是真能把美国的基地扎个大窟窿，把这个以色列哪儿炸死几个人，主要看这个。我们再看国内的这个胡一静老师那今天显然是震惊了。昨天他这个两个老朋友巴铁和阿铁打起来，他装作没看见，不好评论呢。正义联盟内部内讧，你说胡一静老师站谁呢？站阿铁吧，好像也对不起巴铁；站巴铁吧，好像也对不起阿铁，比较麻烦。这一次以色列对伊朗动手了，胡一静老师连发3个微博，从数量上来说是非常罕见的。胡一静老师第一个微博写了什么突发，好，连打好几个感叹号，结尾是看来战争爆发了，又打好几个感叹号，搞得一惊一乍的咱们这个频道每天都在聊伊朗，对吧？知道必然要打，只是什么时候打，反正时间越来越近。毕竟福特号航母厕所修好了，对吧？前2天咱们说这个福特号航母为什么修厕所咱等一等，你看今天修好了就开干。胡静老师第二个微博他还是转发什么媒体的报道，什么美联社报道，以色列周6对伊朗首都发起了白昼袭击，市中心升起滚滚浓烟，袭击地点显然位于伊朗最高领袖阿亚图拉哈梅内伊的办公室附近。第二篇
篇微博主要是转发媒体的一些报道。那第3个微博他就说了，表明态度了啊，立场就出来了。他说啊，以色列打击伊朗，战争还是爆发了，这是个丛林事件，正义由强者定义，历史由胜利者书写。我不知道他这个什么意思啊，他这个话写的不太理解，反正这个字面上看都是对的啊，但是显然他用在这儿肯定是错误的。他说伊朗的悲剧在于他拥有与其实力不相称的抱负、情绪和愿景，与远超他的力量长期对抗，这致使他的人民付出了很多代价。这个说法不对，伊朗的悲剧在于他拥有与其实力不相称的抱负。什么抱负啊？伊朗的抱负是什么抱负啊？情绪和愿景。也就是说，胡锦老师啊，你要搞清楚伊朗的抱负它是合理的还是不合理的。如果伊朗的抱负就是让伊朗老百姓过上好日子，让伊朗繁荣富强，更加文明，成为全世界社会治理的一个标杆，让别的国家羡慕，你要是这种抱负那没错。但是你的抱负是什么？伊朗的抱负是抵抗之狐，是资助那些恐怖活动，是吧？地区代理人哈马斯、脱协武装、真主党、什叶派民兵到处搞恐怖袭击，这叫报复什么？这是报复社会，报复世界，对吧？你这种国家你要搞核武器，这也叫报复什么？然后你要搞导弹，然后你搞导弹嘛，无所谓嘛，全世界搞导弹的国家多了，但是你边搞导弹边说要把以色列赶到海里去，动不动要把以色列从地球上抹掉，那你说对吧？你这个报复是合理吗？胡一金老师啊，这第一个。第二个说啊，与远超他的力量长期对抗，这就是问题更大了。远超他的力量是谁啊？指的是美国吗？以色列对吧？美西方，也就是你伊朗为什么要跟美西方对抗呢？他下面来一句啊，这致使他的人民付出了很多代价，这个代价并不是美西方让伊朗人民付的，而是伊朗的神棍政权，伊朗的教士集团。胡锦老师下面说啊，以色列是侵略者，他又小又野蛮，因为太小野蛮成了他的最重要的生存方式，因为他随时处于可能会受到攻击的恐惧中。然后胡锦老师又来个感叹啊，说以色列国注定在中东不跟这个打就跟那个打，他们应该去火星找到一块安宁的地方。胡锦老师啊，揣着明白装糊涂，完全不管不顾啊，这历次中东战争的起因，这胡锦老师还是在为正义联盟在辩解洗地。胡锦老师这个连发3个帖子来评论这个以色列对伊朗的打击，从震惊到遗憾再到叹息，看似层层递进，实则一脉相承。他的复杂心情是伪善的产物，核心是同情伊朗教士集团的神棍政权，而非伊朗老百姓的死活。他感兴趣的是伊朗政权如何对抗美国，而不是什么正义。胡锦的微博反映了他的心情就像是一坨裹着糖衣的屎，震惊是兴奋的糖衣，遗憾是恨意的内核，叹息不过是哲学的包装。但剥开了一看他对伊朗人民的代价只是轻飘飘的一提，却对毛拉们的报复大加剖析。这不是同情民众，是在为专制唱赞歌。他的权斗癖暴露无遗，在美国霸权面前，他羡慕伊朗的对抗情绪，却无视老百姓的苦难、通胀、失业和战争的创伤。这就是赤裸裸的伪善作为一个媒体人，他装的中立，但骨子里面盼着伊朗神棍能多撑几天，能多跟美国对抗几天，好证明东方韧性，就是那个坚韧的韧如果胡锦老师是这种心态的话，那么注定了2026年是胡锦老师心情最低落的一年，因为他的老朋友一个接一个的，不是被逮起来就是被炸死，要么就是被他的人民推翻。所以我从这个特朗普抓捕了马杜罗之后我就认为2026年是正义联盟世界瓦解的一年，伊朗的教士集团倒下，下一个是谁呢？估计伊朗教士集团现在内部乱成一锅粥像热锅上的蚂蚁，互相谁也找不着谁，打电话摇人得摇不到人，对吧？哈梅内伊在哪儿他们自己都不知道，群龙无首我们密切关注这个伊朗怎么反击。当然了，最终这个特朗普符合他的行为方式，什么意思呢？也就是他一边炸伊朗，他一边还能跟伊朗谈判，没毛病或者是炸一会儿停一会儿再去谈，谈完之后接着炸，没什么不可能。所以大家要适应咱们密切关注伊朗的还有波斯湾的动态，胡锡进的老朋友越来越少，世界就会越来越好。这期节目咱们就聊到这里，感谢大家收看。如果喜欢我的节目，欢迎订阅转发，也可以在下方留言评论，谢谢大家。